明天会更好哦。这歌唱影片呢？资料库目录歌唱影片资料库目录哦，专辑啊，你看，要比 Google 搜寻还要好。你看都很比较单纯啊，没有其他，比较少其他的杂讯了，都是影片的了。然后如何加入自己的播放清单？按那个影片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按那储存至播放清单。来勾选，刚刚有勾选了，按完成。这个目录怎么产生的？从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社群发布贴文，歌曲名称前面加井字哈，然后一点按就马上出现哦，速度很快哦，很有效率。